今日10月25是清洁队员节，全台湾有3万外的清洁队员。环保署除了推动工课安全照护，也公布几项危险物品，亲像是手机的电池、加速杆等等，好民众就要做好回收，避免害这清洁人员着伤。 本所车街头行尾走，清洁人员的工课真辛苦，上惊的就是受伤。伫清洁队员这一天，环保署嘛统计，常常收到的危险物品，亲像手机的锂电池、加速管，还有腐蚀性液体的管仔上侪。民众把电池或行动电池、行动电源交给我们，我们回收车会有另外收。但是有些民众他没有做好分类啊，甚至是把它丢在垃圾里面，直接把它丢进去哦，这其实蛮危险的。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站置区啊，我们曾经就有发生过电池爆炸的问题。 画面内底扑白烟的起因就是锂电池爆炸。清洁队员表示，因过几个月就收到1、2件锂电池。另外，环保署进前嘛统计，伫中秋节前后收到7万袋本数，内底有被400个加速管等等的高压气体的杆仔，呼吁民众应该落实回收。民众的垃圾袋里面疑似有这些没有经过回收的，像瓦斯罐啊，或是一些玻璃罐啊等等。 我们都会实施破袋检查。那如果我们发现民众没有依照规定来回收这些资源物，我们是可以处1200元到6000元的罚款。另外，前一阵仔高雄嘛发生有清洁人员跋落车的事件，环保署强调会要求人员落实白锁仔来保护家己，卖全面装设本所车防坠落的设施。记者在立后开台北采访报道。